续来看这个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裁定的结果，除了嘛要挂电子口疗，这个保释金同款嘛提悬，原本是4000万，搁加6000万，总共是1亿。啊，讲昨深夜确定这个金额了后，过无偌久，沈庆京就已经装着6000万。早起一透早，伊的律师就拖着3卡的行李箱啊，带6000万到台湾银行去纳钱。10点前就到法院来办交保，动作真紧。而且伫拄则2点外顺利来交保，是4个被告第一个交保的人。坐伫咧轮椅右边的人倒扫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面对记者发声，溜溜啊看位边遐，毋过共反动结点点，两只手定啊真严，赶紧离开法院。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？伫咧法院度过一暝，总算成功交保，得到自由之身。昨暝警察沈庆京加重保释金，提悬到1亿交保，还阁限制出境出海，挂电子口疗，禁止接触东岸被告含证钱。高码6000万，毋是小数目，不过昨暝裁定出来，短短时间内，沈庆京已经装着钱，而且律师来到法院办手续，赶紧将人报出来。9点半，一群人来到台前，拖3卡的行李箱，内底是6000万的钱仓。时间过真紧，过无到半点钟，律师就已经把钱6还，等于到法院办保。沈庆京原本以4000万交保，发回警察了后，检方主张可能会走路，就算明海经无资产，不过旗下公司这3年以来有29亿的资产转移港澳，加上进前国宝集团创办人朱国雄，虽然以5亿交保，共款弃保逃走，无法度保证小上的代志袂搁再发生，将规尾裁定搁再加6000万，沈庆京爱用自由的天价换自由。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？还有什么想要解释的？4000万变1亿，时间无到半工，总钱轻轻松松，嘛互沈庆京伫咧4位东岸被告内底大胜交保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